歡迎收睇六環彩賽馬頻道，我係主持蘇亞穎 Showing。本季賽馬已經接近尾聲，今次重點為大家介紹幾匹告東尼馬房嘅參戰馬匹。首先係第一場2號3代同心，此區專攻谷草千二，與騎師巴道向來配合默契。雙方過往合作屢見佳績，更關鍵嘅係今仗佢排到較佳檔位。以佢近期狀態及配搭而言，三甲之位絕對不容忽視。跟住落嚟介紹第7場7號加州活力，上一場同程。加州活力以輕鬆姿態奪勝，展現出強勁嘅競跑實力。今仗佢繼續以副輕磅上陣，衝刺階段更具爆發力。此區今場取勝機會相當被睇好，值得重點關注。然後就介紹一匹估計臨場有分頭嘅第8場4號阿基拉，經過此前嘅減分調整，減分部署已經達超額完成階段。團隊早前更加特登安排佢喺度試大閘，顯然目標直指今仗。此區正值狀態提升，係時候喺賽場上面交出亮眼成績，為馬主交代。最後介紹心水冷門焦點第4場10號康昌之星上一場末段有唔錯嘅追勢，值得憧憬。若果買連贏，可考慮搭配1號起旺區、5號奮鬥輝煌同埋12號華美之威。呢幾匹馬近期表現均有可圈可點之處，由佢哋構成嘅連贏位亦都有利可圖，值得留意。今期賽馬介紹到呢度，祝各位觀眾朋友憑藉以上嘅分析，喺賽場上面贏到笑，收穫豐碩。我哋下次賽事再見。